体育消息来看，东京听众奥运17是羽毛球第2天的比赛，咱台湾的代表队无论是双打、单打，拢摕到好成绩。也那电竞的方面，朱准帝伫咧1万公尺的决赛，因为脚受伤影响表现，这届摕到15名。 第2遍出现的江卡武，这场的对手是土耳其。伫第一盘拄开始，正紧就甲分数扭开。虽然伫中段后小可无啥在，强要互对手入掉，也毋过尾啊愈拍愈在，逼甲对手几落变胜负。上尾啊连续摕2盘，摕到小组赛第2胜，晋级64强。因为他往前很快，所以我在击球的时间再放慢一点，那再做第二时间的动作，那把它打回后场，让他顿到他的感觉。第4遍参加听话的陈中基，面对着马来西亚选手是老神在在，对手几落遍主动的猛烈攻击，伊拢正定着，来一招就回一招，上尾啊轻轻松松连续摕2盘赢球，小组赛2战拢赢，也晋级64强。看能不能再更上一层楼，这样哦。反正年纪大，跟这些年轻人打，真的蛮累的。尽自己的能力，全力以赴。 同一天，伫咧电竞场是进行1万公尺决赛。朱准帝因为脚受伤影响伊的表现，不过也是喙齿滚界，自头走到尾。上尾伫咧21位选手内面，伊摕到第15名。这不也马上就我们确定一块，对，他说我把副表放在后面，马上就。 朱准帝25的第1遍挑战听话马拉松项目，伊讲会把握时间调整伤势，用上好的状态参加所落来比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